头看见阮的乡里心稀微，今夜要离开家乡，出外去赚钱，是为着环境所致不得已。妈妈你呀，不免怀疑，阮大家家己注意。可爱的朋友，再会啦，妈妈再会啦。我在这边心稀微，我头看见阮的乡里心稀微，今夜要离开家乡，出外去赚钱，是为着环境所致不得已。妈妈。